人生中第一條手鐲應該點揀啊？唔使煩，連姨今日推薦呢啲批發價嘅翡翠手鐲俾你哋。呢一條羊綠底裝圓條手鐲，滿圈都係綠色，有深有淺，種都算好，整體好似小草發芽，充滿生機。呢條係飄花手鐲，好膠潤嘅飄花手鐲，行內嚟講起冰容易起膠難，所以話呢條飄花手鐲足夠種老育細。仲有呢條係紫羅蘭厚裝手鐲，條形厚裝大方，淡淡嘅粉紫色，好有少女心，可惜種差咗少少，導致價錢唔貴。到呢條貴妃鐲冰飄花，雖然係貴妃鐲，但係種水同飄花都係最靚嘅。飄花小而精緻，種水好到冇話講。最後一條白底青嘅大圈口整圈，圈口大嘅又中意白底青嘅姊妹就冇錯過啦。洋綠色夠辣，底裝又乾淨。如果你哋都對翡翠感興趣嘅，可以留個圈口俾我。